跟住等到個機會嘅時候，我又諗究竟啲人會當我係一個識唱歌或者唔識唱歌就嚟唱歌嘅一個淨係識獨男教 gag 嘅打爛 gag 嘅歌嘅 artist 咧，定還是要真係一個歌手？等咗好耐都唔敢入去，我又唔知佢點樣覺得我係一個咩人，做咩走嚟嘅？多謝。我見你講咗好耐，但我睄到張紙唔係內容嚟嘅，有啲人好毒嘅。我要多謝，首先我要多謝，哇！真係唔係呢一年發生嘅事，令到我可以即係得到我想要嘅嘢，係呢幾年一直嘅嘢啱埋。首先我多謝 TVB， 佢係真嘅呢個，因為佢係一個好多資源嘅地方俾我自己去撞板，去攞好多經驗經歷。我要多謝樂小姐，佢好錫我。我要多謝珍姐，如果唔係愛回家，我諗冇咁多人認識我嘅音樂。我要多謝 BY， 你係令到我知道經理人唔係淨係接 job 啊，或者做其他嘢，大家係一個 partner 去共同進步。我要多謝 TVB 係圈你，所以你喺我哋商台度多謝翻 TVB。我唔知有冇機會再上呢個台，係可以嘅。係好多謝8樓嘅同事，大家當我係8樓嘅，真係好多咩其他咩全部都當我係自己嘅 artist， 好錫我。多謝以前嘅經理人 Kenneth， 佢好照顧過我。我要多謝超級巨星，多謝台前幕後通過阿倫等等，冇超級巨星就唔會有我呢個人喺度。我要多謝新美同阿田，多謝佢哋。如果冇你哋就冇坤哥呢個名，我就可能人叫緊 James。多謝我唱片公司星娛樂，多謝達士生去投資我，多謝湯飛豬等佢俾個機會我實現呢個夢想，跟住一半啦，終於。係啊，多謝所有嘅同事，今年星娛樂嘅同事，我唔講名，我驚有排講。我希望你哋覺得今年對吳業坤嘅努力係值得嘅，希望下年可以繼續一齊努力。多謝你都睇唔到，好濕咗嘅張紙，同埋好濕，唔好攞張咁霉嘅。死啊！多謝，我多謝播即係今年嘅音樂人啦。林若寧、Eric Chang、周新峰、陳詠謙。我自己豬仔，好多人，我再多謝大家 ，thank you。他慷慨似希望，決絕我心肝，繼續盲目奉獻，又何妨？他空隙得到了依個。仲要多謝一位李俊欣小姐係佢全面我嘅火多謝我嘅 fans， 多謝我媽咪一個人一齊，多謝。
應該比我更失望。燈當遙不安，為孤獨纏繫着我，才不放。無奈這個勾當，蒙蔽了彼此，營造錯覺，只顧了雙方。原來他不夠愛我，原來我錯後被錯，原來相愛並非講求，付出過有幾多？原來他只報答我，原來他都懺悔過，就算獻出的收成多，也是我的錯。仲要多謝好多前輩，在座咁多前輩，你哋一句好簡單嘅説話，一個好簡單嘅動作，一個好簡單嘅 pose， 都其實俾好多力量我，知道我自己係存在。多謝大家，希望大家下年繼續，今年繼續可以聽我唱到。你恕我依然麻木對抗，從不怕生存寄望。原來他